今仔介绍一直有咧变动，顶礼拜上悬一钱2万1，落9万7。若讲到银呢，是落4成左右。立法院新会期，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换6个人来做，其中有中国配偶身份的李正秀，也被放弃中国籍。外界关注这伟大的海外总部，伫咧北树科 T17-18签约进度，朱万安表示讲签约作业会伫咧2月7到15之间完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几天呢，这金仔介绍一直咧变动，亲像顶礼拜上介悬的时阵，一钱是2万1，不过落到单呢变做是17000啊。国际金仔价呢，顶礼拜冲破1盎司美金5500了后呢，就开始落，一直落到今仔日报到美金的4500。另外讲到银的部分呢，是落个较严重，到单是落4成。台湾银行就表示讲，伫咧美国期中选举进程呢，拢有可能会起起落落。国际贵金属出现价小波动，拜一下晡有人去店内一捆就买20粒金豆啊，希望较俗金买。因为黄金伫顶礼拜5发生10多年来上大的落价，拜一继续大落。买卖的人数相对的话，大概增加了两成是有的。台币1钱大概相差个2000多至3000块。看国际行情，业者嘛紧对换牌价，一个5两金条初二买价是一钱17450块，比起1月29一钱是2万，5两就差12万外。国际现货的黄金价同款波动真大，第29捌吸到每盎司5500美金，历史新高价了后，30盘中各大落12%，落破4700美金，是10多年来落上济，一直到2月7日继续抬价，落破4500美金。10月份上涨到这个1月呢，这样的一个幅度，大概回档以目前来说，回档50%，甚至于到这个61.8%，应该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那之后可能会花1-2个月的时间整理，那趋势上应该还是会慢慢回到一个上升的趋势。另外，白银现货价伫前一个周末落将近12%了后，初二阁落到70美金，累计落价幅度已经达到40%。专家分析，市场上热，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联准会前理事华喜担任下一任主席，货币政策可能改变，出现底线整理。周五的话，就是市场借由川普提名 Kevin Warsh 当联准会的下一任的主席这件事件来去引爆这一个卖压。那假设进一步升温的话，例如美国跟伊朗开始出现有军事方面的实质冲突的话，那避险的需求还是会重新回到黄金。那台股初二嘛同款整理的行情，大盘开价走价，盘中捌大落704点，上价来到31359点。电子权力股台积电开价带头落。盘中上价1745块，不过尾盘落价幅度有较黏，收伫1765块。另外，记忆体族群低润双雄、南亚科、华邦电，也有昆联、立积电拢落停。但是新台票兑换美金收盘收伫31.59，大落1.22角，股汇相杀。外资连顶礼拜5两个交易日卖超达到1000亿。记者采访报道。讲到民众党呢，因敢若有不分区立委，这立委的立法院新会期呢，换6个人起来做立委，其中引起争议就是其中有一位是有中国配偶身份的李正秀，是因为也未去放弃这中国籍，你赢到这支讲，伊若准去到做到立委的时阵呢，就变做是国安的空棒啊。明仔载宣誓就职的时阵，李正秀也亲身说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透早出现伫党中央，因为立法院新会期民众党团大晚会，内部6人加做新科立委，先由黄国昌调集开会讨论优先法案。原因台中市议员的陈清良就任党团总调，台北护理大学区会路出任届组长。我来不及。明天同意，明天同意，好吧？好，都是好朋友。不管是对你所谓的绿营或者是蓝营，我们都是完全是秉持着开大门走大路的。中选会也正式颁发6人的当选证书，其中有6配身份的李正秀，因为含住国籍争议上受注意，伊选择无惊这门，无伫媒体镜头前出现。前一日访问着也未放弃中国国籍，态度也真低调。内政部强调，李正秀爱伫1年来完成失去中国籍的手续，若无爱由立法院改制，敢是影响伊未来调查资料甲质询官员的职权，也引起关注。因为民进党立委继续质疑，李正秀若就职，将会有国安问题。只要30秒下载，只要10分钟填写，
把这样的一个表格交给内政部，有这么困难吗？陆配就是回到两岸关系人民条例去做相关的处理。对于立法委员职权的行使，哪些应该提供资料？哪些是属于机密，其实都有相当一定的规范。奇怪了，那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国际法的规定有变过吗？也没有啊。那怎么同一套法律，到了赖清德政府的时候，他解释完全不一样啊？不过，就批评民进党前后任政府对陆配参政的看法不同，互李正受面临国际法甲两岸条例的宪政法律矛盾。民众党也指出，在当前两岸现况之下，还未有人成功放弃中国籍。李正受初三宣誓就职时，会清楚说明已经向中国提交相关申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呢，这地方县市首长的选举，目前民进党拢确定台中和彰化人选咯。那中国国民党也搁伫咧等党中央的整合，台中市长人选立委杨庆英也搁有江启臣呢，因是头一届协商破局了后，双方拢讲会签署中央的提名协议。那彰化部分的立委谢依宏表态争取提名了后，伊的小弟谢典林说逼家己带好野人厝顶互看。谢依宏强调讲，这是小弟的个人行为，伊会继续争取参选。亲近传媒体来看，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介绍，伫彰化溪州700外坪4联栋的主体，家己的厝体就占140坪，为周围视听社到色来那球场拢才有。不过拄啊是亲阿姊，也就是国民党籍立委谢依宏争取党内县长提名的时阵，今日无论影响选情，谢典林背回阿姊参选是个人的决定，双方无牵连。谢依宏嘛表示，等互人看是小弟个人的行为。这个到选举的时间就会拿出来讨论。你与其要那时候拿出来讨论，现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闲在家，先拿出来讨论一下，好不好？给大家看，就是坦荡荡的，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这个现场选举一定是会回归到政党的一个竞争了哈。不管怎样，就我们的部分，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步骤来走，尽量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温度了哈，继续冲到年底。彰化县长之前，比起民进党已经决定由党籍在地立委单数外来选，国民党除了立委谢依宏，也加前彰化副县长郭廷峰嘛同款争取提名。另外，还有上早表明参选的洪英章，拢也由台党中央出来协调。伫台中有杨庆英、江启臣车底小姐，伫头一届协调破局了后，江启臣初一半暝伫面册答文，表示已经签署党中央的提名协议。不过嘛，讲内容袂当像市长卢秀燕建议的，2月19进前完成提名，甲家己期待愈紧愈好，差真济。一切呢，也是尊重党中央哦，所以我也有收到这一份这个文哦，那我也一定会签。我们现在就等党中央哦，这个明确的制度办法。若是人选公布时间，甲是毋是采用转民调的方式？国民党中央刚刚表示，听候收到2个人的协议书了后，会正式对外公布。民进党台中参选人何欣纯透过服务处表示，会按照家己的节奏争取民众支持。3礼拜已经进行20场客厅会、座谈会，甲民众正近来说明政策理念，搁接受问答听民意。记者采访报道。刑事局有抓到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伊甲中国诈骗集团合作，使用青年假轨道为请提供网络的服务，摕到这被害人的相片甲个人资料，利用 AI 技术，甲这被害人户头内面的钱转出来，有55个中国人受害，这受害金额大约是代表2亿。这4个嫌犯呢，已经去互检方依照诈欺定罪来起诉。警察来到台中北屯这间公寓，立即甲嫌犯压制。控制他，快点！刑事局一个抓到3个人，姓林的主嫌是伫泰国红掠的。刑事局查到这个集团是由姓林的主嫌做金主，伊成立系统上甲中国诈骗集团合作，由中国非法的组织得到被害者的相片了后，用 AI 深伪技术，佮使用青年假轨道为请的网络服务，化解中国数字人民币分别面膜的严重，接把受害者的口罩，甲伊内底钱汇去别位，骗取大陆民众个资后。利用深伪技术制作被害人脸部验证影片，顺利透过数字人民币 App 身份验证程序。刑事局称查，目前至少有55位中国籍的被害者，财产金额大约新台币2亿。检方最近侦查中介，按照诈欺、祸害电脑使用、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姓林的主嫌等4个人。
治安专家表示，最近 AI 真强，虽然生活变方便啊，不过若是安全上无够，各自外泄和违法利用风险也是大增加。你的相片就被拿下来，然后呢，它就可以去做成一个影片，它可以做的用途会非常非常多。那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它会有一些警讯。很多人会习惯在他 IG 上面每天放他的相片嘛，对，那个其实啊都是一个数据啊，角度越多啊，那个 AI 圈起来的那个影片会越像你本人。温怡玲指出，个资包含面部啊、手痕等等生物性的数据，若提供愈详细，也和 AI 有更较侪连接甲运算。提醒民众若准提供影像，爱注意敢有公开，佮有迄个单位的用途，上好是以实际操作，也是办理的方式，才会当加强资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年纪上界大的死刑犯王信福进前声请再审，和台南高分院认定讲提出真侪项理由，拢已经是存档资料含证据，无符合再审事由来解驳回。律师提起控告，依然是予最高法院驳回确定。律师表示讲会搁再找其他的事情，搁再提起申请。不过全台湾的35名死刑犯内面，犯归人伤死命案的郭俊伟呢，经过最高检审查认定。当初死刑判决无合议定一致决，才做第三位予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的死刑犯。这位被判死刑的谢志宏，伫法院外口甲大家行礼。20多年前，伊加入起台南归人伤死的命案，得到再审了后，并判改判无罪，也若专案的主谋郭俊伟要关伫监狱内底。不过，去年9月死刑释宪判决了后，即马伊嘛得到重新审理的机会。伫死刑犯黄春琪甲陈玉良去年得到检察总长提非常上诉了后，最高检审查认定郭俊伟死刑的判决并无合议定一致决，因而才做第三位互提起非常上诉的死刑犯。我幸福要回家。目前的死刑犯当中，王信福是上侪岁。洪指控伫民国79年下令枪杀2个警察，不过人权团体几届替伊发声，认为伊是枉屈的。伊的辩护律师嘛替伊申请再审，不过却是去互驳回，搁再提控告了后，要是去互最高法院驳回。那监察院有请了测谎的专家，就原本卷内的测谎的图谱有重新判读。那这个测谎专家鉴定的意见是认为说，王信福在测谎的时候并没有不实的反应。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扣案的手枪是诱人手枪。那当初案件送刑事局鉴定的时候，鉴定王信福指纹的时候，他记载的是左人手枪。经原审认抗告人所主张之新事证不符合新事证要件，非司法再审事由，驳回抗告人申请。抗告人不服向本院提起抗告，本院审理后认为原裁定并无违法，抗告无理由，驳回抗告确定。台南高分院认为讲，王信福提出的主张是对目前已经有的资料，也有法院知影的证据，各继续论述尔，并无符合新事情的要件，所以申请再审，互裁定驳回。经过最高法院受理控告，嘛认为裁定并无违法。最高检察署的检察总长就个案每个逐案在审查是否有提起这样上诉的事由。那本部会等到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如果审核完毕之后，再依法来办理。国内死刑犯扣除3个人已经得到提非常上诉，剩的32个人暂时会去互执行。法务部回应讲，听候最高检审查了后，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咱的囡仔，讲到这霸凌随时拢有可能会来发生。讲到顶日咱的这台南的安南区一间补习班，有一个11岁囡仔逼一个6岁囡仔爱甲3公分长的气体吞落腹肚底。家长不管这补习班无主动处理，佮讲这监视器歹去啊，无都提供画面。这教育局呢查到到底，发现讲这间补习班真侪违规，会依法来甲因处罚。对电工的画面通看到，有一条长长的物件，这是一个3公分的气体，竟然会伫一个6岁查甫囡仔身体内底，互医生检查到。家长表示，这阵气体还搁伫囡仔的身躯内。家长讲，这代志发生的原因，就是台南安南区一间补习班，1月27下晡，那像是发生学生甲学生去冤家，一个11岁囡仔逼6岁吞气体落去，互家长甲社会拢真注意。睡到一半都会突然起来，起来说。我磁铁会不会一直卡在肚子里面？我们就是跟他说会排出来，但是他还是会很害怕。体班的负责人也都没有出来慰问过我们。最主要的就只是想要一个
公道而已。这件代志补习班并无主动通报，是家长1月期间敢若透过简讯通知学校导师。老师认为这有过量，遂通报校方。校方嘛伫规定内完成校案甲社情通报。毋过就机关之机，这件代志拖几啊天，相关单位拢无紧甲家长斗相共。嘛讲社会局甲教育局爱认真保护囡仔，唔通出代志就安尼小下体。难道你们都不能交叉保护孩童吗？你现在告诉我，你有跟社会局讲吗？教育局讲，教育局局长我明显看他摇头。那教育局28号就已经通报了，你们在做什么？安亲班的业务，这个违反规定。第二个呢，聘用呢就是没有登录的教职员名单，这个违反第2件。第3个事件发生在27号，那么有学生呢伤害的事件，可是没有第一时间呢24小时内通报，违反儿少相关的规定。教育局回应1月30日无派人去稽查，发现这个补习班违法兼办课后照顾班，兼这老师无照规定登录伫教职人员名册内底，后续拢会防处罚。另外，针对补习班无伫24点钟内主动通报学生受到伤害，教育局嘛请社会局依技巧还罚款，即阵嘛要求业者1礼拜内提出说明兼改善，若无改善，上严重可能会互人停止招生，甚至收起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新竹市的动物园，这地下停车场最近煞变做一寡会改车的车主聚会所在，因为真侪台车这沿途讲拢改过声音是砰砰叫，因甲佮放甲大声，这附近的民众挡袂牢去报警察，警方来到现场警告，即马环保局也讲要来甲因开罚单。3更半暝，停车场内底竟然全拢车，改装过沿东港，佮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有诶甚至佮挑工甲音乐放真大声。地点就伫咧新竹市动物园的地下停车场。拜六暗有车友遮办活动，半暝11点外，附近的民众咧怨讲，车发出的噪现声实在有够差。那是停车场，不是给你那个喧哗，给你那个玩音响的地方啊，因为那是公共场合啊，对不对？那人家停车啊，对不对？对，应该会影响到。警方接到通报了，派人到现场甲人赶走，过程中甚至有人唔愿配合。后来警方现场加强警告，再配合检查，刷起白针对违反改装车辆规定，交环保局进行裁罚。警方到场后，开启警报器及广播器，命令解散，并针对现场聚集车辆予以盘查超灯资料，当场告诫物有妨碍安宁行为。后续有关车辆改装排气管及噪音违规部分，将函请监理及环保机关裁处。有关噪音车辆违规的处罚是依据噪音管制法规定，机动车辆行驶噪音时超过法定标准者，将处理新台币3600元以上至36000元以下罚款。环保局指出，按照规定，除了按处所处罚以外，上当计有吊扣牌照，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共同维护生活环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即马真侪人坐高铁，这运量一直在创新高。不过中部地区呢，这苗栗、彰化、云林这3个站，旅运人次逐工拢无到1万人，尤其是彰化站吊车尾。学者是认为讲呢，高铁的彰化站含台中站离了伤过晚，而且这彰化站的伤过压贴，也建议讲呢，要加强附近土地开发效应，车帮也要对咧调整。高铁彰化站外计程车停一排，停车场内底还有真侪计程车伫等要载客。计程车司机讲，甲台中站比起来，彰化站的载客量实在伤少。有时阵生理歹是爱2点钟，因为台中迄个车次真接，而且10外分一班嘛，过来交通方便啊，四通八达。高铁营运已经19年啊，虽然总体旅运量特别超过10亿人次，不过2015年底启用的苗栗、彰化甲云林3站运量拢尾名，其中彰化站去年全年进出站的人次敢若191万，平均逐工差不多5200人次，是全国运量上少的高铁站。1个小时一班，我们就知道几点来，几点来坐车，几点有，这样子就可以了。如果是40分钟一班的话，我们一般人大概可以接受。1个小时就是时间上面就非常的不方便。台中站甲台铁强固，转坐入去彰化市嘛真紧，去云林嘛免半点钟。看彰化站伫电中镇，离岛的区较远，班次阁伤少，嘛无甲台铁强固，公共运输阁较输台中站，所以真侪旅客选择伫台中站上落车。所来高铁规划延伸计划，学者认为爱为区位甲营运模式来做通盘的考虑。
彰化站跟那个台中站太近了，所以北彰化的人都会到台中来搭。彰化的话，那个周边的交通接驳是非常的，在田中不方便啦。绝对不要说把这3站的停站都只归诸于慢车的方式，而是在原来这个不是各站都停的，可以规划跳蛙式的停站。学者认为，现有的彰化站区较无发展，除了加强周边土地开发，各地班次嘛应该避免快慢车2种安排，加强跳甲仔式停课，才会当兼顾营运成本甲民众的利便。高铁公司表示，苗栗彰化分林进出站的人数确实无亲像其他的车站，后续会检讨营运模式，做必要的调整。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花莲这太平洋公园，最近有少年囡仔骑这微型的电动二轮车，佮把这车放在玲珑马顶头放，无规矩的行为，佮再铺上网络。县政府表示讲，会来处罚，也会加强巡逻。一定像乌纱的青少年，加微型电动车后轮骑去你底座顶面，利用后轮带动规个底座玲珑式，射甲真紧，个人算甲规个摔碎。敢不敢？我来。好，你来。你要卡住它，对，然后你的左脚卡在那边。不是，我是。转慢一点哦，转慢一点哦。OK。好了。来到太平洋公园的囡仔游乐区，这个玲珑式设施告示牌顶面有写使用规定甲年岁限制。虽然这个底座看起来无歹去，不过民众看到影片也是真生气。比较容易损坏了。我觉得这样子很糟蹋，就是公共建设，就是毕竟那是给小朋友玩的。县府建设处是表示，太平洋公园是禁止各种汽车、机车入去。这阵青少年骑微型电动车入去已经违反规定，乌白使用娱乐设施，这站也会追究。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式造成油具损伤、损坏，甚至影响到他人的安全县府还是会提出相关的这个求偿的方式。那我们在现场都有装设相关的摄影机。也那普遍的青少年已经赶紧把文章抬掉，也会失礼。县府强调会加派人力巡查太平洋公园，也对骑无共型的机车入去的民众扣款，也是开罚单。记者综合报道。飞碟执行长任婚安生伫今仔离开台湾，外界也关注这飞碟的海外总部伫北市区 T17、18签约进度。这届部和吴任婚见着面，这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讲，双方拢保持联络，也讲到这签约作业会伫2月初10到15之间完成。那这个签约典礼，吴任婚敢会来呢？伊是讲，若阵典礼有重大活动就会回来。今年是马年，所以大家马上赚钱。飞碟执行长吴仁勋展现亲切感，特别用华语甲大家拜年。伊来台湾的一举一动拢受到注目，嘛替伫咧饭店外口等真久的民众签名。外界拢真关注飞碟的新总部用地签约的进度。吴仁勋找伊讲，这阵来台湾未甲台北市长蒋万安见面，不过嘛向台北市政府表达感谢，互新的总部会当起伫咧北市区。Maybe, I don't know. Should I? It's just if there's a ceremony, if there's a big event, I'll come back. But I'm going to be really busy from this point forward. Yeah, this is going to be a super busy year for me. 这个星期我们就召开估价审议会，那审议会确定之后就可以议价，就会完成议价订约。那农历年前大概2月10号到15号中间，我们就会来签约。蒋万安强调讲，双方一直都有保持联络，相关的事情甲进度拢会持续进行，甲飞碟嘛会保持联络。吴仁勋讲，今年5月份，也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览的时阵，会过来台湾。I'll definitely be here at Computex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announcements this year. Yeah, probably. Should I do a keynote? Okay. All right, I'll do a keynote. 吴仁勋初日结束伫咧台湾的行程，伊嘛讲，去年是真好的一年，包括台积电甲汇创等等的公司，所有的供应链去年的表现拢真好，今年嘛是真少到的一年。Next time I come back, I will show you the new building. Not this time because I want to leave a surprise for you. When I show you the building, it's going to be incredibly beautiful. You'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台北市伫迪化街也系年会大街呢，这禁婚的范围是愈来愈宽咯。巡查人员也掠正严，伫咧大潮店码头有设半户外的食婚区。台北市政府表示讲呢，希望会当学日本设一个食婚室。不过根据着这婚害防治法的规定，伫咧室内空间就袂当食婚，这部分会含中央沟通。另外，台北政策也拍算要来全面禁婚。今朝旧历春节，不少民众拢会到台北市迪化年会大街买物件。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台北市消保官卫生局等单位也出动，对摊商进行联合稽查，确保商品清楚标示。我们不会再给予第二次宪改的机会。复查过程中发现有未标示、标示不清，或是模糊不清不明，或者是有称重不准的状况，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同时，今年的年会大街也扩大禁婚区域。由环保巡查员加强可控查缉，各伫离大约15分钟路程的大潮店码头设置室外不分区，也毋过实际观察大约10分钟，只有个位数部分的人去使用。有吸烟的话，就去特定的区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北市研究会主委因为表示，原本希望学日本的做法，伫街路设置有离岸设施的密闭部分式，加强检测效果，也毋过中央机关回复。依照婚害防治法规范，伫门窗关起来的室内空间无温存部分，所以只会当采取中和方式。中央来主管的这一个法规的诠释上，能够有不同的空间的话，那地方自然会比较能够来推行烟害防治的整体的作为。依照烟害防治法的一个规定，那是只有旅馆、商场、餐饮店、酒吧跟夜店等才能去设室内吸烟室。继午夜年货大街后，2月25号登场的台北灯节，西门与圆山花博2大展区，北市府也朝向禁烟规划。但在人潮密集的区域，如何设置吸烟区也成为问题。台北市长主办案继续推动无婚城市政策，说落来，向准台北政策要安怎完善相关配套民众看法不同。利益良善啊，但是要做到真的有点困难，因为这边还有这么多国际级的观光客，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实际执行？里面感觉是像一个小型咖啡厅，然后稍微大一点，他们至少集中在那边，不会觉得好像被关注。我觉得你已经在大马路上了，你还要进吗？不然你把灯节搬到室内嘛。北市卫生局表示，对于定节禁婚规划，由原咧甲管团局讨论中。目前也是以年会大街的室外部分区作为范本，继续会勘适合的地点。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保障这劳工的退休生活，这退休金袂去互通货膨胀吃掉。劳工保险条例就规定讲，若像这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超过5%，这劳保年金就要调悬。劳保局表示讲，包括着2011、12、16、17、18加2022年这6年退休的劳工，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超过5%，今年5月开始呢，会调悬退休金，按算有78万的退休劳工会当来调悬。过年要到啊，才发现果子、干贝拢起价，尤其是干贝起2成，钱愈来愈薄。为着要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避免退休金去互通膨食掉，劳保年金有设物价调整机制。根据劳工保险条例规定，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超过5%的时，就要调悬劳保年金。依照劳保条例的规定，劳保年金自请领年度起就会计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累积成长率，然后当它的累积成长率达到5% 的时候，就会依该成长率调整年金给付金额。劳保局指出，照目前的办势来看，2025年物价指数一定会超过5%。预估达标的年度包括2011年、2012、2016、2017、2018和2022年。调悬的关键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起偌济，年金就调偌济。举例来讲，劳工伫咧2016年退休申请劳保年金，逐个月领2万，因为物价起价，所以伊伫咧2023年的5月一定成长到7.4%，伊就会当改领21480块，增加5%以上吼，你就做调整嘛。这是一个好的机制啦。但是咱爱考虑的讲，真正的物价吼，会成长率吼，通常拢比咱吼估价更较悬啦。因为讲伫经济的增加顶头，会使个做提高啦。劳团认为，消费者物价指数是用加轻大交通等这项来平均计算，生活开销拢咧起，民众实际感受到的通膨是会比物价指数的数字更较悬，尤其是伫咧食的钱上济。劳工团体也希望劳保局会当提悬食食的计算比重，较符合实际的状况。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
今日透早，这玉山气象站落雪啊！今日北部、东北部和东部是较凉挂，也那明仔载开始呢，温度会大大回升，到拜五天气是拢真稳定。不过拜六呢，又有强烈的大陆冷气团落南，到时阵北部地区可能是春8度尔，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也有机会会落雪。拜一透早也是冷冷的天气，气象署讲上低温出现伫金门、马祖，只有9度至10度。不过对拜二开始，温度就会回温，落雨的情况也会减少，一直到拜5暗，受到冷气团落南，天气才会搁转成冷冷淡淡。礼拜6水汽是最少，所以从温度曲线上可以看到，就是最湿冷的感受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预计在北部跟东北部的话，温度上有机会下探到12度到13度左右。那南部地区，花莲、台东，当然就是温度的话，可能会在13度到15度之间。气象署表示，拜二开始西半部天气会变好天，若正方面的东北部、东部部分的地区也是会有一寡雨。拜5冷气团报道，拜5、拜6北部甲东部会落雨。明天的白天一直到礼拜5的白天，相对来说是水汽最好的时候。不过东半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降雨，西半部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到了礼拜5晚上到礼拜6锋面通过，又是另外一波水汽跟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时间点。我们预计在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降雨又会逐步的增多，中南部云量也会增加。那一直要到礼拜天，整体的降雨才会有逐步趋缓的状态。气象署提醒，拜2开始温度回升，拜4、拜5透早西半部较会大雾，交通要注意安全。若拜6礼拜温度甲水汽有配合，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同款有可能会落雪。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嘉义最近这时呢是较烧热，本地爱2礼拜才当采收的青花菜，10天就会当收成咯。最近粮价计价受到影响，上届上的产地一蕊是卖13块。农民就讲呢，这青花菜产期会到清明，即马是上油上好食的时阵。伫菜园仔内底，农民采收已经熟的青花菜。农民讲，日时的天气若是较烧热，青花成长的速度就会变紧，这毋来拍破原本采收的计划，嘛会去影响到市场青花的计销。我本来应该是后礼拜，结果这阵仔烧热，中昼烧热，暗时较冷尔，不过伊冷袂偌冷，所以速度足紧的。你若烧热，结果你今仔日剁30箱，我也剁30箱，伊也剁30箱，当然计销就会较俗啊。你若冷落来，你剩剁10箱，我也剁10箱，计销当然就会较好啊。嘉义县是台湾种青花的主要产区之一。根据嘉义县政府农业处统计，今年种植的面积计共买255公顷。目前青花产品的计销一蕊13块，若是交互盘商是1公斤40块。农会表示，青花的产期时间较长，虽然天气影响产量，不过目前对计销影响无大，也是伫农民会当接受的范围之内。咱青花伊的收成期较长吼，较袂像高丽菜吼，拢伫一窝蜂做一件弄去市场安尼。产生迄个整个价格崩盘安尼，咱青花就较袂啦。高胜率的一蕊13块，安尼是过会好。你若唔爱食家己的工吼，安尼是过会使。农民表示，天气较烧热，搞的青花有较侪淡薄啊。刷落来天气搁要变寒，青花的成长嘛会搁慢落来，计销就会较稳定。青花的产期一直到清明进前，即嘛是青花上油上好食的时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南投县政府要伫个民间乡推动粪扫处理中心，而且这个所在呢是南投的特定农业区，搁在挖近地米的产地，受到民众强烈的抗议。顶礼拜六，县政府举行自改宽平环潮界定会议，就民众当场甲宽平委员会希望卖开发。反对民众举布条啊，呼吁南投县唔通将焚化炉起伫地乡、民间乡。伫1月31日举办的理解宽平环会界定会议上，要求停止开会，甚至也当场向宽平委员会落来申请。这就是欺骗的结果啦，你知无？南投粪扫堆得严重，山上草莓搁较会家己烧起来，官府决定起焚化炉。也毋过选伫民间乡煞真受质疑。其实官府提6个减载场址，2个因为禁止开发直接处决，即马引起争议的场址得分属悬，第2甲第3悬的高石乡甲草屯镇公有地，是因为基地原价超过5米，行车路线经过好场所等因素得分较低。
它会跟学童上课路线是完全重叠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点不适合。民间的场址不会经过任何的国小。5项评估项目之一，环境敏感点只看敢有社区病也是好好，因过自救回不完，根本无顾到生态。这个场址是就好处伫一点，农业学者指出，评估项目也无考虑治安，若无安怎会将焚化炉起伫地米生产区？高低差太大，那这个要花点成本，你把它弄平，你道路不通，你可以通，像这个都是可以用钱解决的，食安是没有办法。南投县环保局讲，选定场址的5大评估项目是内部制定的。你要平整，你要5公顷，然后你要是国有土地的这些基本的因素，我们去做评估了。对，我们内部自己定的，对，内部自己定的。所以上范围界定会议上，也有宽片委员认为，应该有更较好的选址方案。针对外团，环境部发文建议焚化炉缩减规模，环境部澄清并无这类代志，也毋过呼吁本社问题需要开合作。垃圾已经是无法是单一的县市可以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也期待中部的各县市的他们的平台可以跨区域，可以讨论多一点这个垃圾的问题。批部长表示，粪扫问题过去拢靠区域调度，也毋过原本替南投气化粪扫的关系，即马面临家己拢有困境，希望南投县府加努力沟通。只是粪扫气化无简单，县府想要推出焚化炉作为解决方法，却因为选址征期引起新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六堆呢，这客家古迹中性公司这2间门口呢，互放真侪粪扫。里长表示讲，要过年啊，大家伫咧大摒扫，先少放一个，惊透早已经摒掉了。相片看到一堆废弃物放伫涂骹，有粪扫、棉床板，阁有碰床，等甲规个门口拢是。毋过这毋是粪扫场，是六堆客家族群介重要的关键古迹中性公司。1927年改建了后，转变做较大聚会场所，煞互里面当做粪扫占坑的所在，引起后代不满。那他跟县府的客务处、县政府的客家事务处那边去申请，那其实是无效的，你完全没有跟我们增加了后代子孙知会一声，那私自就直接决定说要把让开放让里面丢垃圾。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其实已经违反文资法，因为我们这个中盛公司它已经是限定古迹了。古迹发展协会真生气，认为安尼行为对古迹造成伤害。若同意这搭会当借放大型废弃物的是县府客务处。当地里长表示，过年要到啊，民众摒厝清出无碍物件。伊要等进前有甲客务处先拍招呼，才向市公所申请清运。阮有事先来县府申请，后县府也同意啊，阮还阁公告，的场地应用，叫补来。本案为里长跟施工所清洁队之年节清运计划，放置的地点不在古迹范围内。昨晚第一时间播报后，仍请清洁队尽速处理。于今日早上8时许清理完成，并无造成古迹毁损。对此，县府客务处讲，因为地点无伫古迹范围内，就无反对。但今年数量确实有较侪，清运未赴，才引起争议。市公所拜一透早6点半就来清好势啊，未来嘛会讨论放别位，未阁开放放伫古迹头前。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旧高雄车头是1941年起的，当初车头附近原住民部落的名听起来亲像是台语的台啊，所以呢，1960年左右呢，这个车头就设一只红色的台啊鱼伫遐，因为这是这铁路地下了化了后，这台啊鱼也来刷走。最近车头就要完工咯，这尾台啊鱼也征收好势，按算伫咧旧历过年进前会当完工。工程人员摕伫咧涂骹摕训练大队喷水池豆豆啊时啊个，高雄火车头这尾红台啊雕塑，101年配合铁基路地下化工程，互刷去北规坑。随着工程完工，高雄旧火车头也刷转来原地。进前道民众一直在问，迄尾红台啊当时要转来。文化局讲，因伫旧年接受代替的委托，开始做这个喷水池工程，即阵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看到红台啊总算转来，工程主任讲，这真正是老高雄人的记忆。做做高雄人吼。成长，包括讲咱当兵，在这边集合，那好多路人都上了8、90岁了，这是来到这里跟我们聊天，讲起他们满满的回忆。
文化局表示，红台仔雕塑是1960年为着纪念在地大港补做的，因为年久过深，口风拍热有受损，这摆佫家己刷回来，嘛有特别请传统艺师来做修复。同时，请设计师对喷水池做整体规划。安顺区的过年前完工，陪伴大家迎接新年。古迹就是安尼啊，爱照顾的，你做新的出来都无成伊啊。现在有做一些修补及补色。 瓷体也维持了磨石子的表面，也会恢复到原来的喷水池功能，加上夜间照明，相信后续会成为高雄车站的新地标。 除了红台仔转来甲旧火车头徛做伙，高雄火车头附近的道路最近嘛有新面貌。交通局表示，原地站西路甲站东路为着要互赛车、骑车的人好找路做的彩色路面，考虑到即摆大家对遐路草拢惯势啊，而且彩色路面的材质特殊有维护，所以做一摆总扣掉，改布点仔卡，也请民众经过爱注意安全。记者柯家驻高雄高雄场报道。 2026年第34届台北国际册展明仔载开始，文化部表示讲，今年册展呢有29个国家，超过500间出版社来展览。这展览的台语册数量也增加真侪，展现着国家基建政策有伫咧推动，这台语的出版品也对咧增加。 工作人员无用咧整理册本，才是前卫出版社的展区。现场有超过100种以上的台语册，有小说、翻译文学、囡仔册等等。当咧替2月初3台北国际册展的开幕做准备。台湾文学馆观察今年册展会当看到台语册类型、数量拢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推动啊，有愈来愈多的台语的作家，啊有以前的写华语的作家，伊嘛。 开始创作台语的出版品。由文化部举办第34届台北国际册展，今年拢总有29个国家、509间出版社，超过60位的国际作家来到台湾参加。今年特别邀请泰国做主题国，册展现场唔但会当让民众看到台湾的文化，也会当深入探索泰国文化。对文化部来讲，要支持出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像台北国际书展这样子的活动，看看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作家，他在这个年度里面所累积下来的出版品。泰国这次当我们的主题国，从去年就非常大规模、盛大的来准备，那这一次呢，就经过了1年多的准备，马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泰国准备的内容。主办单位表示，伫咧册展期间，每一日拢有邀请国内外侪位的作家来做分享，而且有分真侪主题，古乐、网架、台湾文学和台语册等等。有文学类的座谈，也会使做伙读台语囡仔册。文化部鼓励18岁至22岁学生，会当趁机会使用文化币来买册、踅册展。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 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西藏流亡政府昨初一伫咧全世界27个国家、87个地区举办第18届西藏人民议会的初选投票。上尾投票呢会伫咧4月26举行，5月13公布结果。欧洲区的机关表示讲呢，这场选举是对中国专制的一党统治重要反制，是西藏争取自由、继续斗争的一部分。 徛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初一举行书证甲第18届西藏人民议会的初选投票，藏人手提身份证有投有扫，伫投票所排队领选票，圈选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了后，甲选票落入去投票箱。 等来喇嘛2011交出政治权力了后，议会就是流亡藏人上重要的机构。一届做5档，逐档召开200回，有45个议员，其中30人代表3个传统省份，10人代表5个宗教传统，5人代表流亡藏人。 It's important to continue the Tibetan movement because it's now more than 60 years, and we are passing through a second generation, like leadership, and to lik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freedom struggles always take a generation and generation of people to keep collective and keep strong and then continue the struggle. 中国2020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境内藏族人口有700多万，若藏人行政中央估计，散布伫全球各地的藏族人口大约600万。这场选举超过半数的选民，约56000人徛伫印度、尼泊尔甲不丹，其他的34000人分散伫世界各地，其中12000人伫北美，8000人伫欧洲生活。为着让
选举顺利进行，流亡政府伫27个国家、87个地区拢总设309个投票站。I believe that China are watching us right now, and they are seeing that the Tibetans in exile are voting for their political leader and enjoying these democratic values. 中国外交部伫发布法新社的书面声明表示，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不过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团体，是完全违反中国宪法甲法律的非法组织。初选主要是选出候选人，最终投票会伫4月26举行，结果会伫5月13公布。众人以行动证明，虽网无国家，因仍然继续伫国际间进行实际上的外交活动，甲自治自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反移民局的示威一直拖开，甚至拖到其他国家。伫美国洛杉矶7举行的第68届各类美奖呢，有一寡奖项的提名者贵宾，因为身躯顶拢有挂抗议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标识。连意大利米兰要举行这冬季奥运，部署美国移民局的警察来维持治安，也是有几落百的民众表示抗议。第68届外来美奖，美东时间初一伫洛杉矶举行。会场外口真出名的音乐者来去，有的人分数顶拢挂一个圆形的徽章，顶悬写 "Eyes Out"， 表达对美国移民单位甲海关执法局的抗议。I believe that America's greatness is under attack by the very folks who seek to make it greater again, and this is why I'm wearing that Iced Out pin. 美国流行音乐歌手比利·艾利许甲因阿兄，即个摕到最佳年度歌曲奖，才做历史上头一个摕到同一个奖项，摕3届的歌手。伫咧领奖的时阵，伊嘛响应音乐者批评移民当局，相时嘛因为骂垃圾话，伫咧转播的时阵去用消音器。No one is illegal on stolen land. We just need to keep fighting and speaking up and protesting, and our voices really do matter, and the people matter, and I say sorry. Thanks to God, I'm gonna say, eyes out. 即届反对美国移民局的示威，还佫发生伫咧意大利米兰，当地因为伫要举行冬季的奥运，部署美国 ICE 的警察协助维安，毋过嘛去互几百的民众聚集伫咧当地，号召4月25的大埕抗议。还佫有2028年洛杉矶奥运组委会主席华瑟曼，伊加入去已经过身的性犯罪好野人奈普斯坦的这个案件，嘛互外界转移对冬季奥运比赛的关注。这互国际奥委会主席瓜芬德利伫咧开幕进前的记者会表达遗憾。You know, I think anything that is distracting from these games is sad, right? There's always been something that has taken the lead leading up to the games. Whether it has been communities, whether it's been Zika, COVID, there has always been something. 就算是安尼，瓜芬德利嘛表示，伊相信北京奥运举行开幕的典礼了后，运动员开始比赛的时阵，就会当随互全世界各一届感受到奥运的精神。到时民众就会重新体会到这真正重要的物件，而且为当中得到鼓励。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去到日本旅游，大饭店可能会变较贵啊！今年开始呢，真侪县市政府要收这大房税，或者是甲本地税金调悬。亲像这东京呢，目前是暗时收100到200一票，未来会调到大房价是3%。安尼讲到这京都呢，是拍算要加一票1000块，调悬到1万。这税收的部分用来解决过度旅游的问题，不过也引起旅客和业者的反弹。房间内底的空间虽然无大，不过真清气，设备嘛较全。饭店是游客或者是商务人士会去日本东京上主要消费的所在。不过这条钱恐惊会愈来愈恶负担。日本许多地方政府开始陆续调整住宿税。那么以东京都来说，从现行的100到200日元将会调整为3%的税率制，因此也引发了不同的讨论声音。嬉しくないですね。100円と200円っていうね少額だったんですけど、今度は例えば3万円のねお部屋だったらね3% だとねそれなりに大きくなりますから。饭店的业者烦恼费用变悬，影响旅客住宿的意愿。除了东京甲住宿的税改做是3%的税率，京都市嘛为3月开始，甲上济1000块一票税额的上限提悬到1万块的一票。其他包括北海道各地、东北宫城县、仙台市、中野县、九州、新本，拢为今年开始扣住宿税。
唔但外国游客，日本民众只要有住宿，拢是扣税的对象。常来几次，就是会发现，比起前几年都是越来越贵的趋势，然后就住的就会越来越偏远，也越来越小，这样对，所以就可能就会影响来的意愿吧。東京はもともと他の地方に比べて宿泊の料金が高いんで、そこで税金が上がっちゃうとより負担が大きくなりますよね。总部省统计，2023年全国住宿的税收就差不多188亿的日票，过当年就增加到差不多400亿的日票。2025年访問日本的外國人人數超過4000萬人，政府想要用這條錢來解決過度旅遊帶來的問題，不過業者要受議論。取った税金を何に使うのか、一番今足りないのは人手不足。だから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やっぱりコストを使っていただける。定額制から定率制への変更というのは今反対の意見なので東京都に対して要望書を出しています。對飯店的產業來講，更加稅制也閣需要負擔系統調整的成本。日本政府一方面希望旅客成長，同時閣想要消透過度旅遊的問題，要安怎準則，也需要繼續進步。公司國際記者日本東京採訪報道。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13度到2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13度到23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13度到26度。宜蘭、花蓮、台東對14度到23度。平湖、金門、馬祖對9度到18度。這個未來3港氣象。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